你要偌是小罗？规身躯汗。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仔 AYO。即阵啊，台湾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变严重啊，大家拢辛苦啊！今日我就想讲会当来甲大家分享一寡防疫的观念，用台语讲要安怎讲，安尼咱大家就会当甲厝邻的人提醒。第一步，乖乖踮厝上安全，莫互病毒继续传。咱会甲厝邻的大人囡仔、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、阿伯阿姆、阿叔阿姨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，互相提醒，全部的人拢共款。即马乖乖踮厝上安全，若无做必要的代志，唔通出门。咱大家若拢踮厝，减少甲别人斗阵接触的机会，安尼病毒就袂阁继续传出去啊！你若真正做无聊，想要甲别人开讲，即马科技真方便，你用手机啊，甲别人开讲，就做安心，搁做安全，搁做方便啊，对无？刷落来，第二步，喙罨挂好势，保护咱大家。你若有需要出门，一定爱记得挂喙罨，这大家拢听到烂去啊！戴口罩，戴口罩的台语就是挂喙罨。口罩会当讲是喙罨，也是喙阿嬷拢会使。所以你要讲挂喙罨，也是挂喙阿嬷，嘛是拢会使。爱注意迄喙罨吼，鼻仔遮有一条安线，爱甲饲约好势。唔通吼，甲喙罨挂伫鼻仔，也是挂伫下頦遮。安尼你有挂甲无挂，就共款咯，就无效果。咱要做代志会甲做好势，安尼。咱迄喙阿嬷要摕落来的阵，爱细致，唔通用手去吸着外口迄面，因为迄垃圾的物件，搁有别人的喙烂啥物的，迄拢是伫外口迄面嘛。你若搁吸着，搁去摸你的面，安尼你迄病毒若是伫手顶悬，嘛是搁喂着家己安尼。所以迄喙阿嬷摕落来了，唔通凊彩等伫桌仔顶，你爱好好啊，家己等伫粪扫桶内底，紧去洗手，安尼。第三步。洗手消毒，平安快乐。因为咱伫外口的阵，上后接触到物件的所在就是手嘛，所以你的手一定爱常常甲洗。咱若要洗，就甲洗互清气，一摆差不多洗20秒，甲全部的所在捋到清气安尼。无你若伫外口去摸到病毒，转来厝里袂记洗手，结果搁摸到厝里的物件，安尼就世界话啊。所以咱大家爱细致哦。咱大家拢是即个病毒战争的战士，所以洗手这件代志就是咱咧杀死病毒的步数。大力洗，甲洗好掉安尼。若伫外口无方便洗手，咱就爱用酒精喷酒精消毒，安尼嘛是一步。好，咱即马来了解这三个防疫的观念，重点的词要安怎讲？踮厝，唔通出门，喙罨，喙阿嬷，挂喙罨，挂喙阿嬷，洗手。酒精消毒，莫蒙面。好，所以今日的重点就是简单甲大家分享这上基本的防疫的观念，用台语要安怎讲？这三句话大家记起来。第一句，乖乖踮厝上安全，莫互病毒继续传。第二句，喙罨挂好势，保护咱大家。第三句，洗手消毒。平安快乐，希望咱大家拢会当斗相共，甲厝邻的人互相提醒，因为咱人类的社会一定是会互相影响的嘛。所以本地就毋是讲家己顾好势就好啊，咱爱互相照顾，保护家己嘛是咧保护别人。因为即马即种生活其实一个人伫厝会想你的朋友，会想厝内的人是足正常的代志。所以咱会当加关心身躯边的人，这嘛是一个甲家己斗阵真好的机会，会当。好好啊，照顾家己，照顾家己的身体，搁有家己心内的健康。因为这个时阵，保持平静、稳定的心情嘛是足重要的。咱面对这个疫情，爱细致，但是唔免伤惊吓。好好照顾家己是咱大家人的责任。你若是逐工伫厝无聊的阵咧撸手机啊，一直看到网络顶悬有足侪消息，你会看甲心肝内足无爽快，足肮脏的。迄个时阵，你也会记你提醒家己手机放落来家己好好休困一下。落尾，我嘛想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感谢所有用家己的专业咧解决问题、咧帮助大家对抗这个疫情的人。感谢因的付出，真正感谢。我感觉感谢别人，搁有感谢家己的这种力量，其实是会当互人类的社会愈来愈好、愈来愈和平的一个足重要的力量。所以，咱会当倒倒去想讲，其实咱会当维持安全的生活，是真侪人因的付出，搁因的拍拼，才会当互大家有安全的环境。
好，今日就先讲到这，祝大家平安健康。啊，你若真正台语无练转，讲袂好势，啊，你会当直接甲我即个影片吼传去互恁兜的是大人看。安尼希望大家都会当得到一寡上基本、上简单，啊，毋过嘛足有效的防疫的观念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